报告。去吧。假如。你管。你管，不然嘞？应该也差一点。行啊。先推掉再说。那我关掉，关掉了。没有。刚才我可以说你。先跳。我先把两关掉好不好？先推掉。先水。是啊，你退 USB。它只要打开关起来。包括这些力控制。是改进条在电脑还是安怎？加有人在操控吗？拔掉它里面。多谢你啊。安尼，因为今仔日吼，迄个姜老师袂当来，所以叫我来代课。我姓苏，我叫苏老师。大家拢食足好哦，拢比我更较大啊。大家拢食足好。咱学校是毋是迄个中国人拢食足好对无？无哦，毋是食足好。我听讲咱台州北京中国人拢食足好呢。好，安尼我就要来，我看下吼，等下啊，一个哦。这一张更加大诶，更加大啊，更加大，什么人你讲我用诶？哦，多谢多谢，好，真好。好啦，好，安尼哦，一开始呢吼，我想我用家己收费无聊啦吼，来，即摆呢，头前，这问者，头前这走去倒位？哦，伊上 K 哦，伊上 K 哩吼，好，真好，安尼拄啊好，安尼这拄啊叫我来，真好。来，咱一开始呢吼，老师先来变一个发语，你看吼。好来，电头接过来吼，来，这有两个说，地后，这咧泡茶咧用的，这泡茶咧用的敢若无同款。我来电头我接过来吼，我有这有钱，来。我要请这里同学来，内底放钱，无对吧？好，无钱。好，即摆我放来遮，我的手有钱哦，我家放落去，我再甲放落去。来，即摆呢，我如果你知影我的手哦，无插物件，对吧？好，即摆我倒落去，倒落去呢，只要偌济钱？30，对吧？30哦，我家放落去。遮呢，来。倒落去，我偌济钱？30，对吧？30块，来，你讲前头是30块，哦，30块哦，我甲放落去。好，即摆哦，恁有看过人钓鱼无？钓鱼无？好，钓鱼足普通。恁捌看过人钓钱无？钓钱，钱甲钓起来，无嘛吼，对不对？我今仔日呢，要来标。你看咱一个只，一个只，安尼较袂去炸的，哦，因为你录影会炸的，你一个只。我这样。安尼看较清楚，食。好，即摆呢，一瓶30块对不对？我要甲钱10块叫过遮，我来看哦，注意看哦，老师要点功夫哦，呀，你拢知我咧念啥？家己会背声调对无？袂歹，我要甲10块。你有看到我手摕10块无？无哦，迄个目睭足紧的啦。所以我即摆钓钱，请问，
减本买30箍，所以才剩偌济钱？剩20，看是20斤的哦。咱要来看是20斤啊，20箍哦。好来，即摆我甲钱，我手一遮，我甲倒落去。倒落去了呢，你看20哦。好，我甲20放在遮。即摆我要搁讲一样代志哦。啊，你又讲这敢有40箍？好，才30对了。我甲倒落去哦，咻，倒落去。你注意看，1、2、3、4、40，无骗你哦。40箍哦，1、2、3、4，我甲这40来放落去。来，20，请你来，互你放，我了是来准来，你见吧，慢一点来，10箍，20对不对？好，请坐。好，我即摆哦，要甲20箍调钱调过了哦，不错，来，喂，咻，调10箍，有看到无？啊，唔敢讲话，因为恁明明无看到我有，像咧做歹势。啊，有看到佫讲无，安尼像咧作假。啊，其实是有啦。听，请问，要充偌济钱？10箍，看好无？今仔是10箍。来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这偌济钱？对，这会错，看好无？来，倒落去。来，怎样看哦？1、2、3、4、5、50，对无？好来，50无？看好无？50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个，我搁加落去。来，请你来倒帮忙，内底无物件，对不对？看者，来，10块起，落来，对，错10块就好。来，请坐，10块哦，赢，看好。喂，咻，10块，有看到无？又搁是无？哎，有啦，第3遍人说无保证变啊金，欠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有钱无？无钱，是真是无钱。啊，现在偌济？60，注意看哦，倒落去，来，看好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0，拍一个扑克好无？好。60块，我甲收起哦，60块，来，我甲倒落去，这无钱。来，有钱无？无。有钱无？无。好，钱嘛遮。偌济钱？你拢袂记啊？60。好，注意看哦。我手有物件无？我手有插物件无？无对吧？拢无，注意看。我发现一件代志，你头毛有10箍，你有看到无？无啊！逐个拢看到你无看？点声，请问真来要来钱？注意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无看好无？好，来，搁来呢吼，老师要教恁一招，教恁厝里的人讨钱，讨到回，足欢喜，搁足受气的方法。你呢，就甲恁阿爸阿母、阿公阿妈讲，阿爸阿母，你50箍互我，啊我70箍互你。叫伊50箍互你，你70箍互伊，安尼你是毋是了20箍？对毋对？咱听我意思，伊讲你50箍互我70箍。来，安尼讲，真诶，来，你好，恁厝里人50箍互你哦，你甲跪落去，50跪落，你要70箍互伊，我甲你讲安尼70箍互伊哦，听好无？你准备一个10箍的，搁准备一张卫生纸。50箍跪咧，准备10箍。你了呢？你就甲讲来，我要70箍了，来，看好哦，安怎70箍了？来，70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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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70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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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搁70箍，切好啊，来。啊，你毋是要70箍无？你讲我要切这个10箍的互你啊，切这个10箍的互你，安尼搁太40箍。
安尼听有无？听有诶人拍鼓啊无啊？所以这就是啥？会晓台语诶好处，会晓台语诶好处，会晓台语，我著摕钱纸来70箍，70、80箍诶，啊叫伊50箍互你，啊我70箍互你，啊你10箍70，你搁趁40箍，安尼听有我讲啥吼？好，安尼哦，今仔日呢吼，老师先教大家哦，免安吼，这就是讲台语诶好处，讲台语诶好处啊。好，过来。咱要吼讲一寡较趣味的物件，吼，要讲一寡较趣味的物件吼。你等下一下，来，你敢了解什么物件？啊？尿杯啊，对，这尿杯啊吼，尿杯啊是你地上的对无？啊，毋过老师今仔日摕来做大杯。好啦，咱即摆呢，我吼，这个部分呢吼，咱今仔日讲一个罗马字足重要。罗马字为什么足重要吼？要来讲一下，伊的重要性伫倒位？因为你若会晓罗马字哦，当即个人咧讲话的时阵，你拢知影伊倒位啦。来，我即摆要讲一个互你听哦，哦，你听好哦，我用台语讲哦，啊，你听好哦。哦，阮吼住伫眼前，啊，阮遮咧卖鸡仔边，阮的鸡仔边吼，安尼练练练练，啊，阮遮若到暗时呢吼，街路呢，安尼练练浅浅，伊敢知阮讲啥？有人可能听，有不敢听。阮厝住伫眼前，啊，阮小弟的名叫做眼前，啊，阮吼上爱食鸡仔边，阮这鸡仔边呢吼，练练练练，啊，街路练练浅浅。我讲的台语你敢听？安尼有无？安尼有对无？好，我反正互你听。我是讲台语哦，啊，毋过这叫做永靖永靖 Q。啊，毋过你若讲永靖呢？你讲永靖，讲毋是，我是叫永靖，我是永靖。因为呢，罗马字你若下到这个好处，因为永会变做烟，哦，所以永万伊会变做烟万，哦，所以永靖伊会讲永靖。啊，我小弟叫做永靖。永晴对，这真好，唔是啦，你小弟叫做永晴。好来，我用下联口音可以较清楚哦。榕松，榕这个影，它这个晴，晴啊树的晴，啊，你小弟叫永晴。啊，不过你若榕松吼，永晴啊，也讲永晴，袂讲永晴，因为咧永呢。所以烟变成烟，烟也变成烟，好，所以盐变成盐，啊钱变成钱，所以烟钱就变烟钱，哦，安尼哦，伊讲阮小弟的名叫做烟钱，哦，啊阮吼，我来烟钱就是我来烟钱，啊街仔路呢吼，连连浅浅就是啊街仔路到暗时啊冷冷清清，啊阮上爱食鸡仔边就是鸡仔冰，啊鸡仔冰呢冷冷点点，是不是冷冷点点？听有无？敢有？我有听有，点点点点，哦，安尼，所以这就是叫做永晴 Q。啊，你若会晓罗马字呢？像苏老师我会晓罗马字，我就有法度答，是把这转换过来。所以这就是罗马字的好处。后来第二个，我要讲的呢吼，是讲英文 Q。英文 Q 呢吼，因无蚵，人讲蚵仔煎，英文人讲蚵仔煎。所以讲我食蚵仔，啊，要食蚵仔你要听清楚哦，到底是芋头，还是迄蚵仔？哦，伊拢无蚵哦，因呢哥哥伊会讲哥哥，哦，啊高雄呢伊讲高雄，哦，因呢蚵会变蚵，哦，啊你若晓罗马字，你就知影讲，哦，这是金门人，哦，所以因安怎？因讲阿哥讲阿姑，啊蚵仔讲蚵仔，哦，因无蚵哦。好，啊过来，咱第三个咱就讲麻豆腔，什么叫麻豆腔呢？吼？麻豆腔叫趣味哦，就是讲吼，你若学过罗马字嘛，哈，对无？我讲一下吼，罗马字，这个叫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第四声啊，对无？哦，啊来呢，这个无啊嘛吧，这个啊是吧？啊，咱会讲啊吧，对不对？咱会讲啊吧，毋过呢，麻豆啦，吼。啊是迄个麻豆隔壁，像讲合家，哦，到麻豆附近迄几个钟头，迄几个乡，迄个区呢吼，
哦，因呢阿爸，因为讲啊阿爸，我要食阿爸，哦阿爸，因为这第四声，因会变做第一声。通常咱这个啊是第四声后壁有，这个好后壁变做第四声，叫做阿爸。啊，伊讲啊阿爸，哦，啊这嘛是共款咯，第四声。啊，若佫加一个惊呢，阿爸惊，因为讲阿爸惊，阿爸，伊讲阿爸，安尼讲阿爸惊，伊讲阿爸惊。好，啊，讲到这哦，我来讲一个笑话你听哦，哦。这是真的哦，这是真的哦。有一个，迄个护士小姐，伊台语讲了不太标准。啊，有一边有一个阿伯要去注射，注射迄注尻川，注尻川的时阵哦，伊吼，咱要注尻川先是爱涂爱流的对了，拍落，伊就拍来要注射的时阵吼，伊拍伫壁角，拍伫壁角的是迄个护士小姐要来注射吼，因为较无方便，伊就讲阿伯，哦。你人拍到过来啦！我听一下，是啥？阿伯，你听无哟？阿伯，你人拍到过来啦？注射就注射，把迄有啥物关系咯？有啊，安尼我较好做啊。哎呦，足生气哦！伊咧找新理论哦。医生啊，医生啊，你看你这车子是个护士小姐啊？注射，讲叫我迄就拍到过来。安尼啦。那个医生就讲，小姐。你是不是？你看他怎么说？用台语讲一遍。伊讲，我叫人拍到过来啊！你是哪里甲讲哦？系啊。哎呦，你医生就讲，安怎？伊甲讲一句话，对，歹势，阮这个小姐，伊用台语讲，伊是讲叫你人拍到过来啦，毋是叫你迄个过来啦。哦，安尼咯，叫我人拍到过来，我是人拍到过来哦。哎呀，所以吼，你甲讲吼，无标准吼。毋过呢，好过来了哦，迄医生就甲迄护士小姐讲一句话吼，以后吼，你若是去外国哪讲台语，有一边迄护士小姐哦，伊就去后开始讲台语对不对？讲台语的时，伊就咧甲卖鱼的讲哦，讲头家，我吼要买2尾鱼，鱼呢，伊先来帮伊拍烂，对不对？爱拍烂，鱼鳞爱拍掉，对不对？拍烂的时阵呢吼，伊就讲。我要这2尾鱼，伊讲100块，爱叫伊免白种菜，等下到要干鱼哦，等下要干鱼的时呢，即摆了哦，伊就讲2尾100，你甲提钱对无？伊讲头家我爱买啊啦，伊讲你人出奇怪呢，我鱼已经抬好啊，你毋买，无你叫我放遮好后哦。伊讲是安尼毋买，你讲一个理我听。伊讲哦，你人拍无清气啦，所以我无爱买啦。我逐工嘛洗身躯。伊讲，鱼甲迄有啥物关系啦？伊讲嘿啊，你都有人拍无清气，我无爱买啊。恁敢听我咧讲啥？人拍无清气，人就是鱼鳞，知无？人拍无清气，所以我无爱买。毋过呢，事实是咱台湾有这个腔口哦，有哦，换豆腔就是安尼，人拍无清气，因是讲。人拍无清气，拍无清气，安尼哦，因袂讲拍无清气，伊讲拍无清气，毋过头前佫别个人对不对？斗来当作成啊，对无？是人拍无清气，毋过满头腔伊是哪？满头腔伊是哪？人拍无清气，安尼，就是拍无清气，所以是伊个特别，所以咱讲阿爸，伊讲阿爸。安尼讲阿爸羹，伊讲阿爸羹，安尼，这是咱的腔口。毋过你若会晓罗马字呢我就讲伊个是换豆腔啊好，像以前有一个总统叫做陈水扁，陈水扁伊就是哪住叫做官邸管田，官邸管豆就是这种腔口。所以阿扁的总统呢伊讲话就是安尼，所以食阿爸伊讲食阿爸，伊袂讲食阿爸，安尼好。第4个叫做鹿港腔，鹿港腔足特别了吼。鹿港腔呢咱讲讲话是毋是讲话对无？恁讲鹿港腔伊讲讲话因安怎讲？伊讲讲话，所以呢，因迄第2声吼，因鹿港腔的第2声伊是纠关去，迄个讲，咱就变做第1声，系讲话。另外呢，譬如讲港口，
港口咱讲港口，讲港口，哦，我要来港口，啊，坐火车，讲坐火车，啊，你会讲，啊，是毋是所有音拢会有关无？迄个咧第二声会尔，第二声会像讲食饭，伊袂讲食饭袂哦，因为食是第八声，所以伊袂讲食饭，干咧第二声会尔，像讲台州，伊嘛是讲台州，伊袂讲台州袂，因为咱台州的台是第一声。哦，所以袂安尼，第二声伊才会有关，哦，譬如讲哦，我讲，我想一个第二声的吼，有啥物回事？第二声我想一下，譬如讲总统，因为讲总，你总统的总是第二声，所以讲总统，啊统嘛是第二声，讲总统府，哦，你讲总统府，哦安尼，所以因的腔口呢，吼，鹿港腔就是安尼，啊，佫一个足特别的哦。有一个歌星哦，可能你敢毋捌哦，因为苏老师讲你记会捌，伊叫陈雷，你毋知捌听过伊歌无？哇哦，咱恁嘛袂歹哦，啊伊总好笑对毋对？会唱歌，人心得得，有无？伊就讲得得哦，伊讲得得，有无？你毋知注意听无？哦，伊讲人心得得，伊讲得得，啊你按遮过去，你从这边过去，你按遮过去，哦，你按遮过去，就会看到。哦，所以咱鹿港腔呢哦，足特别，足特别，啊，你若晓鹿港语，你就知影哦，迄鹿港腔，好，再来，咱来讲第二个宜兰腔，宜兰腔较好笑，你捌听过一个人讲哦，我要食肥配卤卵，捌听过？食肥配卤卵，迄是真诶，毋是假哦。宜兰人诶鹿港语诶伊两变做哪？变做微，乌伊微啊微后鼻音，所以伊就变做微，所以饭呢吼，伊就变做肥，食肥。啊，若是咧卤人就卤卵，哦安尼。啊，我讲一个宜兰腔，互你听哦。哦，我透早吼去无面床，啊去困公园，啊我行路行到骹酸酸，啊手软软，啊中昼要食肥配卤卵。你敢听我讲啥？我咧讲台语哦。我讲台语哦，我无眠床啊，啊去困公园啊，无眠床困公园，哦，啊我行路咧，行到骹酸酸，手软软，行到骹酸酸，手软软，啊中昼要食肥配卤卵，啊中昼要食肥配卤卵，哦，你看所有呢，伊拢变规去啊，哦，迄就是宜兰人，啊咱会讲笑哦，笑讲啊，干嘛咧？认真是安尼，啊所以咱若毋知影吼，咱会讲笑，迄是对的，哦。这就是鹿港字哦，特别来，咱即摆要讲台南腔，伊咧上紧诶。台南腔诶吼，因诶羊，来羊哦，伊哋讲羊，伊讲羊，所以羊肉伊讲羊肉。好，我讲一个台南腔互你听哦吼，羊啊，伊讲羊啊，啊八肠伊讲八肠啊，听好，张家。张家的羊，第四羊家的肠，第四张家的羊家叫张家背一只肠，背一匹肠，张家叫羊家背一只羊，毋使是张家要背羊家的羊，啊是羊家要背张家肠，肠就是肠啦吼。哦，啊你甲看，像你讲的就是安尼，张伊讲张，啊羊伊讲羊，哦，啊一片肠围肠伊讲。肠，哦，你甲看，啊，食羊肉，我食羊肉，对不对？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敢捌听过？迄个细龙姐讲话，有一个市，台南市的市议员，叫做细龙姐，你敢捌听过？袂个可能讲无你注意这啦吼，因为议员敢若无什么关系咯。伊讲话就是安尼哦，嘿，我叫你食羊肉，哦，这羊肉足俗的，哦，啊，我姓张，哦，毋是姓杨，安尼，因就是哪？啊，台南腔。人讲台南腔，伊讲台南腔，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哪？你若会晓鹿港字哦，你就听伊讲哦，我就有法度讲伊的话，我就讲伊的话，哦，啊，你就变做台语的状态。过来，原苗腔，厝内苗腔哦，厝内苗腔哦，来，过来，咱讲哦，原苗腔呢，伊的吃会变做诗，伊会变做诗。你捌听过一个讲，啊，我要来说诗要要红菜，
捌听过无？迄个菜市仔要晒，敢听我咧讲啥？我咧菜市仔要菜，对不对？啊，菜市仔就是吃爱菜，吃一吃菜市仔，啊，就变成吃爱菜。哦，我咧菜市仔要红晒啦，我咧菜市仔要红晒。好，啊来，这有一支电风，哦，你要甲你吹，保证你吹一世人。你敢听我咧讲啥？这支电风你要甲你吹，会互你吹一世人。操，啊吹一世人，拢一直吹啊！这支电风你要甲你吹，吹一世人啊！足好用的，拢袂歹。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呐胸口足趣味的所在。哦，这支电风你要甲你吹，互你吹一世人。哦，啊所以讲啊，讲，这支电风你要甲你吹，互你吹一世人。哦，这个真趣味哦吼。啊，我官庙人讲的形形色色，啊，你讲我讲的无形无色，敢听我咧讲啥？俺官庙人讲话讲啊形形色色，啊，你讲我无形无色，阮官庙人讲话讲啊清清楚楚，啊，你讲我无清无楚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呢，吃就变成诗，哦，这个诗变成诗。好，啊来呢，过来。搁一个海口腔，搁一个足特别的，就是因为第八条、第八声。第八声伊就有关，譬如咱讲真好食，咱若无囡仔讲真好食，伊讲真好食。啊，落好是落真骨，伊讲落真骨。哦，啊，电火点我得，啊，你讲我话海口腔我人老讲啊，我要来食饭，我要坐火车，我要去头毛，咁是安尼。迄间的第八声爱有关，村内面有关。啊，因为我知影什么是第八声，所以我有法度通方便的开口腔。哈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你讲，这种物件就好食，路真good，哦，迄种第八，哦，迄种第八声，电话点无得，哦，这嘛第八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物件呢，吼，咱就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哦，咱台语有这个做趣味的物件，有永泉腔、阴门腔、麻豆腔、鹿港腔、宜兰腔、台南腔、关庙腔，还有海口腔。当然，佫有其他较特别。啊，阮路边嘛有呢，哦，阮路边哦，我住路边，啊，阮家庭，啊，阮路边甲家庭有一个腔哦，讲话拢会答，每仔日拢会答哦。啊，你随便倒位答，啊，我吼要来菜市仔答，哦，啊，我要来吼坐火车答。哎讲，啊你讲话人一直答，啊我若无答，我就袂晓讲话答，哦安尼，哦，阮路边吼在地吼，拢一直答叫安头答到尾，安针头答到前尾，哦，拢一直咧答，啊我毋知咱吼大酒家吼有啥物腔口，我毋知啦，我是毋知啦。好，过来，即摆来招过来，好，来，帮我检测哦。来，你看有情况，有啊，真正有情况，一张好无？无啊，过来多谢啊，因为我头只有分别，所以我手法。好，来，这有一路牌，看好哦，来看清楚哦。这路牌呢，大家拢无共款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拢无共哦。来，我即摆呢，来小安尼。我安尼目的就是要互你知影，我这大家己拢无同款，对无？好，啊，你敢知影吼？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吼，你敢知影全世界吼插排上紧的人是啥物人？世界纪录插排上紧，啥物人？你敢知？唔知啊？我甲你讲，恁即摆已经有熟悉啊，恁即摆已经有熟悉啊，迄个人恁即摆有熟悉。对，就是苏老师吼。看哦，真足看哦，有紧无？是你笑讲哦，我足厉害，还是讲老师你嘛肯真笑的啊？好，不要紧，你唔相信，这个是切，对不对？这个切哦，看哦，我这个紧对啦吼，歹势哦，帮我挑一下好无？哦，差不多收紧啦吼，就是啊。好，来，好，就这样哦。好啦，不要紧，搁这边哦。好哦，这个12哦，这个12哦，对不对？好看哦。好，这边来8步的，你看。好啦，不要紧，这是讲生起来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呢吼，来，今仔日重点呢吼，来，
看清楚哦。来，这牌大家拢无得管。好，我要请你来帮忙。你即摆呢，Q 一支牌镜头，我会报过哦。啊，你莫 Q 一支嘛，莫 Q 一支，因为第一支这个第二支我拢知影，所以你袂使我知影哦，听哦。来，Q 一支。好，镜头看，莫互我看着。好袂？好啊，好来，请你来看一下。好，来，即摆呢，来，慢车，慢等。请你甲分做4堆500分，就这了解。好，来一堆甲拆下，500块，500块。好，安尼摆做人了对不对？好，迄支牌你有记下无？啥物牌你有记下无？有无？有吼？有记下无？我毋知念着，啊，毋过我要用蒙的，我老表蒙，哦。我看过一支牌，即摆还袂讲起，哦，我已经讲出来一支牌，若是爱拍的可爱哦，这支对不对？啊，毋是咯，无咱无拍过啊，对哦。再来，你讲考老师，啊，你敢真啊遐厉害？来，搁一遍哦。我讲一遍哦，这牌，大家一人拢无。哦，大家拢无共哦。毋通丢一支，毋通丢一支，因为头尾我拢看过，知无？好啦。好，镜头看者，好，镜头看清楚。好啦，好来，请你看一下，搁共款，请你搁分做4堆，好咯。5堆嘛不要紧啦，按摩，好啦，请你甲清楚好。OK， 不要紧，好，好来，来，好来，好，安尼是毋是愈乱啊？对不对？好，即摆呢，我就点头前做，啊，我看顶面，好无？毋是的，我就甲调落来。因为我即摆用摸的，用感觉。这边无啥错，无啥错，敢是一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其实哈，坦白讲，我嘛无啥有把握讲是毋是，啊，毋过我是有感觉，我有感觉，啊，这个牌头条你抽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抽就可以，所以我嘛毋到底是毋是啊？啊，你如果要想要知影讲我安怎讲的，敢有想要知影，拢无人答应，安尼我就保留啊。来，再来哦，咱头条讲着趣味的腔口对吧？吼，再来呢，咱要来吼，讲一个，小等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要来讲一场，来，我相信哈，蒋老师有甲恁教过台语的声调，对不对？咱的声调呢，变咱譬如对无？啊，我用红的，迄就是个声调记号。第一声呢吼，伊无做记号，吼，第一声伊免做记号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！好，第一声呢，
伊毋免做记号，第二声倒退，第三声正退，第四声伊加一个号，啊第五声爬山，第六声甲第二声完全上是同款。第七声呢平平，第八声加一个号，佫加一条直线。这是第一种的情形，啊，毋过第二种哦，这呀，这是同款的哦。毋过呢，有另外三种的情形呢，伊会无同款。譬如讲后壁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这个时阵哦，伊有些无共哦。你看，伊这是透出拢无同款。毋过到第四声的时呢，伊这个无起来，伊会变做一个。变做一个，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喙合开变做所以伊变做哦，第五声都同款，才同款。第八声呢，伊这里呢，会无去变一个，哦，完个有啦，伊会变做好，第二种情形就是这个后壁分的呢，你看这里无去啊，变这里。这里变哪里啊？记肚皮，所以变成第三种呢，这里是哦你看这里无去啊，变成喙大开，第一毛喙大开变做所以你看所以呢，伊这三种情形呢，安怎？这个伊到四声八声的时伊变安尼，这个呢，伊到四声八声的时变安尼，这个呢，伊到四声八声的时变安尼。咱看这个就是喙合派，低音喙合派，看这喙合派哦，这就是挤吐气，把你舌尖往上顶，挤吐气。这喙大开，好。即摆讲到这个时呢，来，即摆哦，要来甲你考验一下哦。这里喙合派，头做啥？哦，真好哦。喙合派头做这个是喙合派头做啥？真好。好，过来呢，这个是记肚皮会变做啥？屈三口不到的真好哦。这个是喙大开，低音会变做啥？恶人无胆，袂歹哦。喙大开，真好。安尼呢，表示讲哦，咱这罗马这基础呢哦，第二拍得真好哦。咱就知影讲哦，有看到这个就是喙合开低音，有看到这个呢就是挤爱吐气低音，有看到这个伫后壁就是喙大开低音，所以安尼头做啥？较大声好无？对，安尼就是安尼是啥？袂歹哦。好，咱即马哦要来练一个，来。我讲你来讲我讲你讲我讲你讲就是我讲长音，你来讲低音哦。来，好，看你有法度无？来，对，来，先对，顺，long，袂歹，好。安尼表示讲哦，咱知影讲罗马字内底吼，咱的音长音内底有长音、低音变啊变化，恁拢知影。伫这个部分呢吼，咱呢吼无问题哦。所以咱若是安尼哦。若顺，我念一个，你看对还是唔对哦？甲我讲对还是唔对哦？顺，敢对？有人摇头讲唔对，确实是唔对。标准的是顺，爱变做顺，不是顺，安尼唔对哦。顺，变做顺，好。来，过来吼，咱无时间咯。好，我讲一个笑话你听吼。我读国小的时阵，1年的时阵，老师呢第一工，我就挂一个牌来写我的名，就叫了，
啊叫名诶，叫到吼我诶名诶，伊就苏彦德，苏彦德，苏彦德叫三遍，啊我拢无用。啊你敢知影为甚物无用？你敢知？啊？你知无？因为我唔知我诶名叫做苏彦德，我唔知。你讲够可能诶，有可能。因为呢，所老师的年代呢，我拢讲台语对不对？所以通常讲叫我苏彦德，我根本我就唔通我叫苏彦德。我知影阮兜的人叫我彦德啊，彦德啊，啊人加一苏叫苏彦德，哦，所以我唔知我叫苏彦德。啊，毋过老师嘛知影，足侪人拢唔知影伊的中文的名。所以若这个时阵要安怎，伊就爱改做台语，改叫台语。啊，就讲苏彦德，哦，而且哦，伊讲你的名叫做苏彦德。以后老师嘛叫你苏彦德，是你知无？我知。安尼迄个时阵我知影，我的名叫做苏彦德哦。啊，无我拢叫做苏彦德啊。好，啊，毋过伫我恁班内底呢，甲我共款，足侪人伊拢毋知影伊的中文的名是啥，所以老师就爱研究一下。啊，这个是呢，安怎？有一个人，我恁班有一个查某，我记得足清楚。伊的名足好听，有够好听，超级好听。伊的名叫做林家杯，啊老师就叫林家杯，林家杯，林家杯叫啥杯？啊无用，啊老师现在叫台语，哎呦林家杯，哦，有，我知啊，我你看林家杯，有一个叫林家杯哦，好，啊过来呢，有是一个查某，伊姓谢，来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谢台语安怎讲恁知无？食还是虾？对，是虾，毋是食，不是食，这个老师讲是食生哦。咱讲多谢，啊，毋过生咧讲食，毋是吃哦，食。好，啊，第二叫水，水台语安讲恁知无？喙齿啊嘛，喙齿。啊，伊个名叫细椒，叫三遍都无用。啊，老师叫台语对不对？你敢知宜兰有一个名叫礁溪？礁溪的台语恁敢知？打叫哦，真好打 K， 所以这个叫做打 K。啊，伊就叫细椒叫啥个？老师看无用，我叫台语名哦，食水搭，用。所以我恁捌有食水搭。好，啊，过来，我不只是安尼，有一个啥有的台语安怎讲？啊，有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这个叫先哦。啊，名叫乌鸡塞，啊，老师叫乌鸡塞叫啥名都无用，老师是来叫台语，对不对？啊，叫台语呢，老师是一种名，有，真正我去做有一种名哦，哦，个人叫鸳鸯啊，有叫水鸭啦，有叫阿蹦啊、阿翅啊、王翅啊，拢有啊，王腰、王翅啊，我拢有啊，啊叫到来哦，伊个乌鸡塞，啊，老师叫乌鸡塞，伊个无用，老师叫乌鸡塞，乌鸡塞叫啥名都无用，这个无来。对不对？啊，到尾老师呢就讲，一个无来嘛，有一个举手讲，老师你无点着我的名，啊，可能这个牌写乌鸡塞，有啊，我拢了点着你的名，伊讲无啦，老师你无点着我的名，伊坚持讲无哦，到尾啊呢安怎？这个时阵伊讲，无你什么名？老师我叫乌鸡塞，讲你讲叫乌鸡塞唔对，我名叫乌鸡塞啦，我乌鸡塞，来，咱学过台语八声调对不对？这个是咪比赛的赛？对不对？赛就是赛，第二声对无？赛，第三声，这是毋较重？较重是第二声，赛，第三声赛，有无？啊，所以伊是叫乌鸡赛。哦，我讲无完啦。啊，结果呢安怎？结果呢，到尾呢吼，以后吼，就人伊就老师讲，伊就后来呢，伊感觉歹听。然后叫乌鸡塞，到尾然后改鸡，啊改鸡了呢，又叫做乌鸡塞，对不对？啊有一个白目囡仔讲，乌鸡塞，乌鸡塞，阮这乌鸡塞变乌鸡塞，乌鸡塞，啊后来呢，是搁改名，伊讲改名改做啥？乌鸡片，较好听对无？乌鸡片对无？我一个白目囡仔甲改啦，改一个，乌一边来，乌一边。所以阮在乌鸡塞，在乌鸡塞，在乌一边，啊，迄囡仔足不可能咯，咱来个改名，敢笑他。
所以各位该明白到夫妻为着无人敢讲伊的，因为呢，若心人大意吼，迄个改名就当相拍，啊老师就规定讲，袂使叫伊外号，有人叫乌皮饼，袂使甲叫乌一饼安尼。哦，啊，这是台语足趣味的所在吼，啊，已经讲清啊吼。哦，安尼咱今日到这，多谢大家，我甲大家拜拜。多谢。老师，多谢。